蜜月買兇殺妻，狠夫唔埋單被捕。同屬印度裔嘅30歲英國商人德孟里同28歲嘅瑞典籍妻子安妮，上個月喺印度結婚後到南非度蜜月。11月18號晚坐的士遊覽開普敦，點知俾蒙面槍手截擊，擄走安妮，仲下毒手。安妮第二日喺另一個城鎮被發現伏屍車內，警方拘捕的士司機通哥同2個槍手，告佢哋謀殺。但轉做污點證人嘅司機前日爆大鑊，話係德孟里買兇殺妻。佢當日喺機場載呢對新婚夫婦去酒店，之後德孟里提出俾佢16000幾港元買兇殺妻，但完事後竟然只係俾咗1000幾蚊。警方於是通緝德孟里，佢前日向英國警方自首，等候審訊。通哥就被判監18年。